尔中共高官努尔百克利落马，被指违法违规。据新华社21日报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努尔百克利涉嫌严重违法违规，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周五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他因严重违法违规接受调查。2008年1月至2014年12月，他曾担任过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杰利利卡拉卡什就此事发表声明。到目前为止，中共当局将宗教学者、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作为打压对象。至于中国当局打压自己培养的维吾尔高官，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发动了反维吾尔的战争，这更像是维吾尔高官被逮捕的预兆。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突厥同胞和伊斯兰世界打破沉默，关注维吾尔人的悲剧。世界的沉默鼓励中国强化东突厥斯坦的打压政策。最新消息称，中共当局在东突厥斯坦集体审判维吾尔人。根据来自东突厥斯坦的一个录音文件，哈什地区刹车县1天之内有500多名维吾尔族人被集体审判，不分男女老幼，500多人被关押在一个狭窄简陋的地方。著名的维吾尔宗教学者、维吾尔语《古兰经》翻译第一人穆罕默德·萨利赫今年年初被中共当局抓捕，并在被关押所谓教育转化营期间死亡。近日有消息称，当时穆罕默德·萨利赫阿吉被警察逮捕时，他的所有家属和亲戚，包括妇女和儿童，都被警察带走。自此，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近来，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打压维吾尔人人权进入新阶段，许多维吾尔人作家和大学教授纷纷被指控为两面人。据称，文学译文杂志总编凯塞尔·卡云姆被关进中共集中营以后，承受不了精神压力，跳楼自杀。美国国务院周四表示，中国国防部最近收购俄罗斯苏霍伊苏35战斗机和 S400对空导弹系统，因此将对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部长李尚福施加金融制裁，冻结了他们在美国司法管辖区的资产，阻止外汇交易，限制他们通过美容金融体系进入全球金融市场。一名资深表示，制裁将尽快实施。